財政預算案啱啱出爐，有3組傳媒冇同你講嘅數字，反映出政府理財哲學轉變同經濟正係面臨結構性轉型。我用1分鐘話你知。首先係政府收入結構，地價收入由9年前嘅佔總收入30%，跌至今年嘅2.5%。但庫房冇乾塘，喺股市暢旺，企業賺大錢，人才嚟香港之下，利得稅同印花稅超預期飆升，分別上升1成及5成，代表住政府正成功引導經濟由傳統產業轉向新質生產力，唔再只係依靠賣地賺錢。第2組數字係發債規模，香港嚟緊嘅債務最多都只係佔 GDP 約2成，遠低過美、英、星等先進經濟體。新加坡、淡馬錫更加會自行發債，再拎去投資滾大筆錢。香港而家講明發債只係應付基建投資，已經算係好保守喎。全力打造北部都會區呢個高質量嘅創科載體，帶動嘅長遠經濟回報必定遠超過債券利息。簡單講可以話係穩賺。第3組數字係轉撥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嘅款額，政府今次只係動用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嘅一半，只係佔總儲備3.6%，少之又少。而且外匯儲備係貨幣基礎嘅1.6倍，打大鱷都綽綽有餘。其實政府正係打破僵化嘅慣例，打通唔同嘅小金庫，靈活運用長期閒置資金嚟投資基建，產生巨大嘅乘數效應，為香港經濟擴容。